好姊妹購物，正如懷孕14個禮拜啊！就係咁樣一影，送子哥就送咗個 B 俾 Fish 啦！哇呼！太好運啦，恭喜恭喜！啊，吳佩慈，你爆人秘密，不過你哋呢班姊妹勁喎，你宣布完有喜就到大 S 啦。尋日要輪到梁靜茹，直到了一些日子，終於我們家裏就有多一位成員來一起玩 LEGO 啦。呢啲人都嗌你生仔啊！係啊，嗬，係啊，多謝大家，真係承你貴言啊，承大家貴言。佢上年開完 show 已經漏口風話減少工作，努力做人，咁快大成功就係開心到暈啦。Fish 經理人話佢有咗14個禮拜噶啦，老公而家大部分時間都陪住佢。梁靜茹完成晒手頭上嘅嘢，就會全面休息，專心養胎啦。